就来看台中市长卢秀燕邀集中部7县市的首长共同宣示对抗空气污染的决心。讲台中火力发电厂青台的使用量，伫顶礼拜已经超过台中市府核准的使用量，所以甲台中火力发电厂罚款300万。若阁无改善，无排除要来撤销掉生产的许可证。7位首长来痛骂讲。 敢讲中部人的命都毋是命哩？讲台中火力发电厂，若讲硬要安尼舞落去，无排除要发动乡亲包围发电厂。台中市长卢秀燕找中华县、南投县、苗栗县、新德县、云林县、嘉义市总共7个县市的首长开会，讨论免要因应中央放宽台中火力发电厂，简称是中火的烧土团许可量。 中火不但是现在是全国最大的发电厂，那么同时呢，也会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火力发电厂。这样子对我们中部人的健康，对于我们的环境，对我们的空气品质影响太大了。无希望中部民众因为中火排放废气，无法使到清气的空气。卢秀燕讲，中火土团的使用量已经超过市政府核准的使用量，所以讲决定要重罚中火300万块。第一个我们会给他罚款。 第二个要求他限期改善，第三个如果再做不到的话，我们不排除撤照。台电表示真遗憾，台中电厂一路减煤，那么今年呢更大减超过300万吨。台电的努力，我们希望台中市政府能够看见。对于市府的开罚，我们台电公司也表示遗憾。台电表示讲，今年中火用碳量会使减300万吨，无了解讲市政府开罚单认定违法的事实是倒一项。会阁讨论讲，敢要提出行政的纠正。